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快報，我係婷婷。今日係美東時間8月14號星期五，亞太時間8月15號星期六。首先嚟睇一組快訊。隨住美伊停火談判陷入僵局，加上全球嘅石油供應下降，地區局勢持續緊張。美國禮拜四表示，對伊朗嘅海上封鎖可能無限期持續，同時仲將會進一步加大對德黑蘭嘅經濟壓力。美國嘅戰爭部長克格塞斯當日同記者講話，美軍有能力長期維持喺呢一個地區嘅海軍部署。佢話美國嘅海軍可以通過艦艇嘅輪換方式持續執行對伊朗嘅海上封鎖。換句話講，就算部分嘅軍艦撤離，亦都會有其他嘅艦艇嚟接替。美軍有能力無限期維持而家嘅封鎖。除咗軍事封鎖，美國下一步仲準備收緊伊朗嘅經濟命脈。同一日，美國嘅財政部長貝森特預告，下個禮拜將會公布針對伊朗嘅新措施，同埋力度可能係前所未有。貝森特接受 Newsmax 採訪嘅時候話：請關注下個禮拜嘅更多公告，因為我哋將會採取前所未有嘅措施。佢仲話伊朗將會面臨世界前所未有嘅經濟孤立，加上霍爾木茲海峽持續受到封鎖，進出伊朗嘅港口貨物亦都將會進一步受限制。同一時間，美國亦喺度推動加沙嘅和平計劃。今次美國同以色列之間嘅分歧能唔能夠縮細呢？ Axios 引述美國消息人士報道，特朗普總統嘅女婿兼中東特使庫什納計劃下個禮拜訪問以色列，重點之一就係推動和平委員會加沙計劃嘅下一步行動。不過美以雙方而家仲存在分歧，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近期係拒絕咗特朗普提出嘅15點加沙路線圖。一個美國官員同 Axios 話，美國同以色列喺戰略嘅目標仍然一致，但係以色列對呢一份嘅方案提出咗一啲嘅擔憂，所以美方希望繼續同以色列溝通，確保雙方保持協調。另外，隨住美軍喺中東長期部署，近期網絡上面亦都出現咗一啲關於美國航母嘅傳聞。之前包括伊朗媒體在內嘅多家媒體聲稱，由於長期嘅部署壓力增加，林肯號航空母艦上面嘅士兵不滿情緒升高，甚至發生衝突，造成7個美國海軍人員死亡，多人受傷。咁對此，美國中央司令部公開否認。美軍中央司令部話，林肯號航母打擊群已經喺海上面航行超過260日，但艦上面嘅水兵同海軍陸戰隊嘅隊員仍然保持住堅定嘅執行任務能力。聲明強調，航母上面冇官兵死亡。8月3號確實曾經有一個水兵落水，但係好快就被安全救起。戰爭部長克格塞斯亦都駁斥咗所謂嘅林肯號狀況惡化嘅講法，話相關嘅報導完全係歪曲事實。咁繼續更加多內容之前，提醒觀眾朋友，我哋每日追蹤全球嘅最新熱點，唔好唔記得幫我哋點讚、訂閱粵語快報、開埋鐘仔，咁樣第一時間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美國首都華盛頓 DC 嘅心臟地帶，一場有關核心安全嘅房地產交易，正喺度引發政壇同情報圈嘅高度警覺。根據調查媒體每日傳訊新聞基金會喺8月13號嘅調查報導，中國公民裘菲立同佢嘅家族基金會喺今年7月21號豪擲咗840萬嘅美金，買咗位於華盛頓15街，名為證券大樓嘅100年歷史地標，而公開嘅房地產交易契約亦都已經核實咗呢一筆嘅買賣。而呢一棟房地產嘅地理位置極其敏感，佢距離白宮嘅核心園區東北角只有大約650英尺。令人警惕嘅係裘菲立極其特殊嘅背景履歷。調查團隊深入比對上海交通大學校友檔案、中共官方公告同埋各類公開嘅活動片之後，發現裘菲立早年曾經喺上海市公安刑偵系統長期任職，
具有深厚嘅公安背景。根據上海交通大學2011年10月嘅新聞稿顯示，裘菲立入讀碩士嘅時候就接受過嚴格嘅戰鬥訓練，同埋曾經參加過特種兵嘅訓練，喺紅藍對抗演習入邊擔任司令，唔單止指揮隊伍成功佔領敵軍嘅陣地，更加創落演習入邊嘅個人追擊最佳成績。咁轉入商界之後，裘菲立更加喺多個同中共統戰部體系關係極其密切嘅組織入邊擔任核心嘅組織要職。佢亦都曾經擔任組織過香港學生去參訪上海嘅中共特警隊，同埋喺華盛頓特區聯合創辦華人博物館。呢一啲嘅履歷引發咗美國國安界嘅高度關注。國家安全政策倡導組織國家裝甲嘅創辦人兼執行長麥可盧奇喺社交平台發出嚴正嘅警告，直接就點名話中共嘅情報官員裘菲立曾經受過狙擊手嘅訓練，而家買咗一棟能夠俯瞰白宮嘅歷史建築。盧奇強調，中共正喺度包圍美國嘅軍事基地同埋關鍵嘅資產，而家佢哋距離美國總統同埋總統嘅高級團隊近在咫尺。知名嘅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前中情局行動官員布萊恩賴特亦都警告，呢一類鄰近敏感政府設施嘅建築喺情報理論同技術層面上面有好高嘅利用價值，可能被用嚟架設一啲監聽設備，攔截政府嘅加密通訊，或者係作為秘密情報行動嘅掩護據點。賴特更加進一步話，可能為無人機嘅起降或者係引力提供咗地點啊。咁值得注意嘅係，裘菲立同佢嘅家族基金會嘅現有總部，亦都設喺距離白宮以北大約半英里嘅另一棟大樓入邊，同埋有多間由佢實質掌控嘅關聯嘅實體，亦都喺同一個地方辦公啊。但係直至到截稿啊，裘菲立本人仲未回應相關媒體嘅置評請求。美國聯邦調查局同埋國安部門亦冇公開針對呢一個物業作咗官方嘅調查結論。咁後續如果有啲咩最新嘅進展，我哋亦都會為你繼續跟蹤報導。咁講到間諜，中共可以話係已經去到一種草木皆兵嘅狀態。中國嘅一個飛行愛好者最近喺影飛機嘅時候，就影出咗一場間諜嘅風波。8月初，呢一個網友喺四川成都影咗一架停放嘅香港客機。咁影完之後，佢準備搭一架網約車去下一個拍攝飛機嘅地方。咁因為呢一個時候網約車啱啱好到咗啦，佢連相機咧都嚟唔切擺入個袋度，就直接上咗車。咁司機見到佢個相機就問佢：你喺度影咩啊？咁佢回答就話影飛機啊。咁司機又問：影飛機嚟做咩呢？咁佢就冇諗，隨口就答話係興趣愛好啦。咁結果司機接住落嚟一句説話都冇講，但係行下行下，佢發現網約車係逐漸偏離目的地嘅正常路線，最後佢被帶到去派出所啊，即係公安局啊。咁呢一個時候咧，呢一個網友先至反應過嚟，自己可能係被當成咗間諜啊。咁司機咧就同佢講咗一句：唔好意思啊，兄弟，我懷疑你係日本間諜嚟影我哋嘅飛機，請你去配合調查。咁好彩有驚無險啊，經過簡單嘅盤問，網友就返屋企啦。呢一個網友事後話：咁講真啊，影咁多年飛機，咩事都見過，但係今次喺成都遇到咁嘅事，亦都係令佢大開眼界。佢仲附上咗行程嘅截圖，證明啊佢唔係喺度作古仔。咁有網友就話：對於呢一種一腔熱血無處灑嘅網約車司機，直接向佢嘅相關網約車平台反映下，冇俾佢因為工作嘅捆綁，失去咗全職捉間諜嘅夢想啊！咁仲有人話自己改路線目的地，冇按照約定行駛，限制乘客嘅人身自由，污蔑誹謗，加埋一齊投訴，夠炒佢3次魷魚啊！咁但係類似嘅事咧，似乎唔係淨係發生喺影飛機嘅人身上，
咁有學生呢亦都講，曾經喺一個山區實習嘅時候，俾當地人懷疑係間諜，要老師簽名或者係學校冚章，如果唔係呀，唔俾落山啊！當地人仲叫嚟警察。咁啊，網友咧就呻話喺中共嘅統治之下，全民放間諜竟然成為咗日常啊！咁講完嗰啲緊張嘅大事，而家嚟講下一啲輕鬆嘅話題。美國嘅國務卿盧比奧最近講咗一段佢喺搭空軍1號嘅時候驚魂嘅插曲。咁佢喺中國翻嚟美國嘅路上面，居然用咗整整90分鐘嚟偷偷地望住一個人，想搞清楚呢一個人究竟仲係咪在生呢？盧比奧接受訪問嘅時候話，當時有一個人瞓咗喺飛機嘅會議室嘅梳化上面，喐都唔喐。更加得人驚嘅係，佢睇咗半日，幾乎睇唔到對方嘅心口有起伏，間中好似喺度喘啖氣，但係實在係隔得太耐。盧比奧都開始懷疑，咁樣係咪真係冇事嘅呢？當時飛機入邊有聲，亦都開住燈，但係呢一個人真係一啲反應都冇。盧比奧越睇就覺得越唔對路，心入邊都開始諗，佢究竟係瞓着咗啊，定係真係走咗呢？咁尷尬嘅係佢又唔敢過去嗌喎，萬一人哋真係瞓得特別冧，叫醒咗，咁好尷尬。但係萬一真係出咗事，咁麻煩就大啦。盧比奧甚至開始諗，如果真係有人死咗喺空軍1號上面，究竟應該點處理？佢自己都唔知啊。咁就咁，佢望咗差唔多90分鐘，仲默默咁樣記低當時自己企喺邊度，做咗啲乜嘢。咁因為佢覺得萬一真係出事之後，肯定會有人嚟問情況，咁佢自己要講清楚。咁好在最後啦，只不過係虛驚一場，個人冇事，就只不過係瞓得太冧。咁今次嘅訪談入邊，盧比奧仲傾咗唔少輕鬆嘅事。咁佢話內閣入邊最搞笑嘅3個人喺佢睇嚟就係曼斯、財政部長貝森特同埋小羅伯甘迺迪。咁尤其是係甘迺迪講古仔成日離譜到令人懷疑究竟係真定假嘅呢？結果真係真㗎。咁至於邊個最影響盧比奧瞓覺呢？唔係啲咩國際大事，亦都唔係半夜嚟嘅電話，而係佢太太喺度碌手機盧比奧就呻話自己啱啱瞓着，側邊嘅手機突然間彈咗一句：嘿，大家好，我哋而家嚟到，直接就將佢嚇醒仲以為房間入邊突然有人入咗嚟。咁佢太太聽完都笑，話自己有時候碌下碌下，突然間就哈哈大笑。盧比奧就即刻唔高興啦。咁睇起嚟國務卿日頭忙國際大事，夜晚仲要提防太太手機入邊突然間彈出嚟嘅片咁好啦，以上就係今日嘅粵語快報，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點讚、訂閱、轉發。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